信號而家係生效，熱帶風暴沙利加集結喺香港嘅東南偏東大約330公里，預料向北移動，時速大約係25公里，移向中國東南沿岸。天文台就話，按照而家嘅路徑，夜晚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相當低，但係聽日就會有狂風驟雨。天文台發出今年首個1號戒備信號，本港全日天氣都好悶熱。天文台預計熱帶風暴沙利加聽朝早會喺香港以東約200公里以外登陸，晚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機會相當低。除非沙利加係採取一個較為偏西嘅路徑移動啦，咁我哋本地預計個風力就唔會顯著增強㗎。喺晚間需要發出呢個3號強風信號個機會相當之低嘅。天氣方面聽日預計會漸轉多雲，有翻幾陣狂風驟雨㗎。天文台又話，驟雨會維持到星期日下週初先會轉晴。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榮報道。